大家平時行街市，係咪見到啲蝦喺個缸度游嚟游去，跳跳紮，就覺得一定係最生猛、最好食？我同你講，行開街市嘅阿媽、師奶，甚至係你同我，10個有9個都中過大伏。你以為親眼見到佢識喐，就一定係好嘢？真係少年你太 naive 啦！尋日我同一個喺西貢開咗幾十年海鮮檔，做咗大半世人嘅老友記飲茶，佢同我飲到興起，一爆就爆咗個行內人先知嘅驚天大秘密。佢話今時今日喺街市買蝦，分分鐘你以為好新鮮嘅活蝦，污糟過，甚至差過啲冰鮮雪藏蝦。相反，有好多內行人或者高級酒家嘅大廚，反而會走去搶購一啲叫船凍蝦嘅雪藏貨。你冇聽錯，雪藏蝦隨時仲靚過新鮮蝦。今日我就同大家一字不漏、毫無保留咁踢爆呢個海鮮檔嘅黑幕，順便用最地道嘅方法教埋你3招，點樣揀到最正、最彈牙嘅頂級船凍蝦，等大家以後去買海鮮唔使再做冤大頭。講到呢度，可能好多平時餐餐都要食新鮮嘢嘅老友記即刻會反駁，話新鮮活蝦點會差得過死硬雪到變舊石咁嘅雪藏蝦？大佬，新鮮蝦食落去有鮮甜味，肉質又爽口，雪藏蝦成日食落去都霉啤啤，一啲味都冇，點比啊？大家先唔好咁心急，聽我同你慢慢分析個中嘅玄機。我哋先講講平時喺街市見到嗰啲游水活蝦。你想一想，香港人最中意食嘅基圍蝦、海蝦或者花竹蝦，佢哋本身嘅生命力其實弱到不得了。呢啲蝦由漁船捕撈上嚟，要經過幾多個關卡先可以去到你屋企附近個街市。首先由海入面撈上嚟，放落船艙嘅水缸，然後去到批發市場，再用貨車運去街市，最後倒落去海鮮檔嗰個幾尺乘幾尺嘅魚缸入面。呢個過程閒閒地都要經歷10幾個鐘，甚至1-2日。喺呢個長途跋涉嘅過程入面，啲蝦會好緊張、好驚，產生好大嘅壓力。海鮮檔老闆同我講，蝦一有壓力，佢哋體內嘅能量就會急劇消耗，肉質就會開始變差。更加恐怖嘅係，咁多隻蝦逼喺一個細細嘅魚缸或者水車入面，佢哋嘅排泄物、氨氣會不斷累積。為咗唔好等啲蝦咁快死，為咗保持佢哋表面上睇落去好似好生猛嘅假象，你估下有啲無良嘅批發商或者檔口會做啲咩？佢哋會喺水入面加一啲藥物，或者用一啲化學物質去刺激條蝦，令到佢哋好似打咗強心針咁，喺個缸度係咁跳。你以為買緊生猛活蝦，其實你係買緊一隻集齊了精神壓力、排泄物、污染，甚至可能含有藥物殘留嘅喪屍蝦。當你滿心歡喜咁買返屋企，一白灼完入口，咦？點解啲肉霉霉地，甚至有股怪怪地嘅阿摩尼亞味嘅？原因就係喺呢度。你以為中咗頭獎，其實係中咗大伏。好啦，咁講完活蝦嘅內幕，我哋再睇下點解老闆會話雪藏蝦隨時仲靚過新鮮蝦。大家一聽到雪藏蝦，腦海入面第一個畫面係咪超市嗰啲用個發泡膠盤裝住，包住保鮮紙，溶晒雪，啲蝦頭仲變埋黑色嘅特價蝦？如果係呢種，咁當然係垃圾之中嘅垃圾，送俾你都唔好要。但老闆所講嘅雪藏蝦隨時仲靚過新鮮蝦，入面指嘅主角係海鮮界呢幾年好流行，連名廚都爭住要嘅高級貨色，叫做船凍蝦。咩叫船凍蝦？呢個概念大家一定要搞清楚。船凍顧名之義，就係喺接捕撈漁船上面直接進行急凍。而家啲現代化嘅大型捕撈船上面嘅設備先進到你唔信。當呢啲船喺無污染嘅深海或者遠洋地方，用網將一班最肥美、最健康嘅野生海蝦打撈上嚟之後，佢哋唔會等隻船慢慢駛返碼頭，而係喺短短嘅幾分鐘之內，直接喺船上面嘅加工車間將啲蝦洗乾淨，然後立刻放入去攝氏零下30幾度，甚至零下40幾度嘅超低溫急速冷凍系統入面。呢個急速冷凍嘅過程喺科學上面非常之關鍵，因為佢冷凍嘅速度快到極致，啲蝦肉入面嘅水分會喺極短時間之內凝固，形成非常微細嘅冰晶。呢種微細嘅冰晶唔會破壞蝦肉嘅細胞壁。換句話講，
呢隻蝦喺佢生命力最強、最肥美、最鮮甜嗰一刻，個時間好似被施咗魔法一樣，定格咗喺-40°嘅空間入面。佢體內嘅鮮味物質、蛋白質同埋嗰種爽彈嘅肉質，全部被原汁原味咁鎖死晒。相比之下，街市嗰啲游水蝦喺運送過程入面慢慢流失營養，船凍蝦反而係喺最完美嘅狀態下被保存落嚟。當你將隻船凍蝦買返屋企，用正確嘅方法溶雪之後，佢個新鮮度同埋味道，基本上同你當初喺海中心撈上嚟嗰一刻係一模一樣。所以海鮮檔老闆先會講，一隻頂級嘅船凍蝦，佢嘅品質、衛生程度同埋鮮甜度，隨時完勝你喺街市買到嗰啲吊緊命、打晒藥嘅所謂新鮮活蝦。不過市面上嘅雪藏蝦多如牛毛，包裝袋上面隻隻都寫住自己係優質海鮮。我哋星斗市民行入凍肉鋪或者超市，點樣先可以帶一對火眼金睛，揀到真正優質嘅船凍蝦，而唔係買到啲放咗好耐、品質低劣嘅次等貨呢？海鮮檔老闆今日就將佢浸咗幾十年嘅私人秘笈傳授俾我，我今日就將呢3招毫無保留咁送俾大家。大家以後買雪藏蝦，只要跟住呢3招去睇、去摸，我保證你絕對唔會再踩雷。第一招，睇個包裝入面嘅冰塊狀態，專業啲講叫觀察冰衣同埋有冇碎冰。當你拎起一盒或者一包雪藏蝦嘅時候，你第一時間要睇下個袋，客轉蝦、聽蝦之間係咪淹成一大額，密不可分。如果包裝入面有好多碎冰，甚至睇到啲蝦表面結咗一層好厚、好唔均勻嘅冰塊，咁你就千祈唔好買，因為呢個現象代表一個非常嚴重嘅問題。呢包蝦喺運送或者儲存嘅過程入面，曾經溶過雪，然後又再被拿去雪過。你想下，如果一包嘢由-18°溶到去0度，入面嘅冰變反做水，啲蝦肉嘅細胞就會破壞，鮮味嘅汁液就會流晒出嚟。當凍肉鋪或者物流公司發現條嘢溶咗，又驚賣唔去，於是又將佢放返入去冰櫃度雪。呢個時候流咗出嚟嘅水分就會變成包裝入面嘅碎冰同埋積雪。呢種經歷過重複溶凍嘅蝦，肉質已經完全變晒霉，細菌亦都已經幾聲咁倍增，食落去唔單止冇晒鮮味，仲隨時會肚痛。真正好嘅船凍蝦，由於係原盒，喺超低溫下急凍，包裝入面應該是非常之乾爽，最多只有一層好薄、好均勻、好似水晶咁全透明嘅冰衣包裹住每隻蝦，隻隻蝦都應該係粒粒分明。你輕輕一拍個袋，啲蝦係會識得分開，好似一粒粒冰冷嘅寶石咁。只要見到包裝乾爽、無碎冰、無積雪，咁就已經成功咗第一步。第二招，我哋要仔細觀察隻蝦嘅外觀，特別係蝦頭同埋外殼嘅顏色同緊緻度。好多人以為雪藏蝦條條都差唔多樣，其實只要你望多兩眼，高下立見。真正優質嘅船凍蝦，因為係活蝦直接急凍，佢個外殼應該係好有光澤，顏色鮮明。例如紅蝦就應該係好自然嘅深紅或者鮮紅，草蝦就應該係清清黑黑，好有金屬光澤。最重要嘅地方係邊度？係個蝦頭同埋條蝦身連接嘅位。大家要記住，一隻蝦如果開始唔新鮮，佢最先腐爛同變壞嘅地方，一定係佢嘅內臟，亦即係個蝦頭嘅位置。如果隻蝦喺生前已經就快死，或者死咗一段時間先拿去雪，佢頭部嘅內臟就會溶解，釋放出黑色素，呢個過程叫黑變。你行去凍肉櫃，如果見到啲蝦個頭已經變到黑麻麻，或者個蝦頭同條身好似就快斷咁鬆條條，咁呢啲蝦就絕對係垃圾貨，千祈唔好要。相反，優質嘅船凍蝦，佢個蝦頭同條身係連接得非常之緊密，直頭好似一體化咁。你用手輕輕摸下，會覺得好硬淨、好結實，而且佢嘅蝦眼應該係精靈、飽滿、突出嚟嘅，而唔係凹陷落去或者溶溶爛爛。外殼亦都絕對唔會有黏嗒嗒嘅感覺。總之，外殼有光澤，蝦頭唔變黑，頭身緊密相連，呢個就係頂級船凍蝦嘅防偽標籤。第三招，亦都係好多人都忽略，但係最科學嘅一招，就係睇包裝上面嘅標籤資訊，特別又跳一個關鍵字。好多人買雪藏海鮮，
望一眼個價錢牌，覺得平就塞入購物車，連個包裝袋寫咩都懶得睇。老闆同我講，真正行內人買船凍蝦，一定會反轉個背面，好似睇經書咁睇個標籤。你要搶啲咩？你要下個包裝上面有冇寫住船上急凍、船凍或者英文嘅 fast， 即係 frozen at sea 嘅縮寫，有呢個字眼先至係真正嘅船凍。因為市面上仲有另外一種雪藏蝦，叫做陸凍蝦，意思係啲蝦撈上嚟之後，先用冰頂住，運返去岸上面嘅加工廠，過咗幾日先至進行急凍。陸凍蝦嘅品質當然就遠遠差過船凍蝦啦。除了睇呢個字眼，你仲要睇下佢嘅產地。通常捕撈業好發達、管理好嚴格嘅地方，例如阿根廷、加拿大、俄羅斯或者厄瓜多爾，佢哋出產嘅船凍蝦認證同埋品質控制都會做得比較好。仲有啊，順便睇埋個成分表，一隻好嘅船凍蝦成分表應該只有一個成分，就係蝦。如果上面寫住一大堆你名都讀唔出嚟嘅化學名詞，例如焦亞硫酸鈉、三聚磷酸鈉等等，呢啲其實係防腐劑或者保水劑。雖然喺法例容許下可以使用，但係加得呢啲嘢，好多時都係為咗掩飾隻蝦本身唔夠新鮮嘅缺點，或者想吸多啲水去增加重量賣貴啲。所以成分越純粹，寫明係船上急凍嘅，就越值得你信賴。學識咗呢三招之後，大家以後去買蝦就多了一個好有智慧嘅選擇。不過講到呢度，老闆仲特別叮囑我一件事，佢話好多人買咗最高級、最靚嘅船凍蝦返屋企，結果最後煮出嚟口感依然係霉啤啤，浪費晒啲好嘢。原因唔係隻蝦有問題，而係佢哋喺屋企溶雪嘅方法完全做錯咗。好多香港人做嘢講求快脆，放工返到屋企見盒蝦硬邦邦，就一整盒塞入去微波爐度，用解凍模式去整，又或者將隻蝦放入去一盆熱水，甚至溫水入面浸佢。老闆聽到我咁講，直頭搖晒頭，話呢啲做法簡直係暴殄天物。因為微波爐解凍會令到蝦肉局部受熱，部分位置甚至會被煮熟咗，破壞晒結構；而用溫水浸就會令到隻蝦體內嘅鮮味物質全部溶晒落去水入面，隻蝦自然變得冇晒味。咁到底最正確、最完美嘅溶雪方法係點樣呢？老闆教路有兩種方法，視乎你時間有幾多。如果你時間充足，例如你預計聽晚先食，你今日原盒唔好拆包裝，直接由冰箱搬去普通雪櫃冷藏室，即係攝氏4度左右嗰層，放佢一晚，等佢喺低溫環境下慢慢自然溶雪。呢種方法對蝦肉細胞嘅損傷係最少，鮮味流失得最慢。但係如果你好似大部分香港人咁，放工返到屋企得嗰1個鐘頭準備煮飯，要行快閃模式，咁你就要用流水解凍法。方法好簡單，將你需要食嘅份量拿出來，放落一個筲箕或者大碗入面，然後開大個水喉，用自來水，記住係冰涼嘅自來水，直接不斷沖洗隻蝦。因為水嘅導熱速度好快，喺流水嘅沖刷之下，大約5至10分鐘，隻蝦就會完全變軟。最重要嘅係，當隻蝦一變軟，個身可以屈曲嘅時候，你就要即刻熄水，唔好再繼續浸佢。用廚房紙將隻蝦表面嘅水分完全吸乾，咁樣處理出嚟嘅船凍蝦，佢嘅鮮味、彈牙度絕對會帶俾你驚喜，甚至好食過你平時喺街市買嘅新鮮海蝦。所以話呢，今時今日做個精明嘅消費者，真係要與時並進，唔可以再抱住幾十年前嘅舊觀念，一味覺得行路會喐嘅就一定係好嘢，雪藏嘅就一定係差。時代變啦，現代嘅科技已經可以將大自然最美好嘅一刻完完整整咁封存落嚟，送去你面前。只要大家記住今日分享嘅3招：一睇包裝無碎冰；2望蝦頭緊密唔變黑；3認清船凍標籤，再配合埋正確嘅流水解凍法，以後無論係做節、請客定係平時自己食餐好嘅，你都可以好似海鮮大廚一樣，用最合理嘅價錢享受最高級、最安全、最鮮美嘅海鮮大餐。以後行過街市海鮮檔，見到啲跳得好唔自然嘅蝦，你就可以喺心入面笑一聲，然後轉身
去買你嘅頂級船凍蝦啦！